指數收市跌1點，報18472點。標準普爾500指數跌2點，報2166點。美股全日表現都受美國聯儲局議息結果牽引。喺結果公佈前，三大指數已經由高位回落，但議息後嘅聲明顯示聯儲局對經濟轉趨樂觀，三大指數隨即顯著反彈。不過到尾市再有沽壓，最終道指同標普500指數收市仍然輕微下跌，納斯達克指數升幅亦都收窄。道指早段已經見全日高位，之後反覆下跌。喺聯儲局議息結果公佈嘅一刻，更加跌到全日低位18430點，但好快掉頭回升。不過到尾市再受壓，收市微跌1點，報18472點。可口可樂上季度營業額差過市場預期，股價跌超過3%，係跌幅最大嘅道指成分股。其他消費股亦都有沽壓，麥當勞連跌3個交易日，再跌近2%。油價下挫，拖累石油股偏軟，埃克森美孚跌0.7%。但蘋果公司上季智能手機銷量跌幅比市場預期細，股價逆市急升超過6%，支撐大市。反映科技股表現嘅納指收市升29點，報5139點。無線電視記者黃文軒報導。喺美國買賣嘅港股預託證券同本港收市比較，造價個別發展。匯豐控股收市折合50個7毫半，比本港收市升1毫5仙。中移動96個9毫3，跌9毫7仙。中國石油股份5個2毫9，跌8仙。中人壽17個9毫8，跌1毫2仙。中國石油化工5個7毫1，跌6仙。較早收市嘅歐洲股市靠穩，當地業績普遍理想，利好投資氣氛。倫敦富時100指數升26點，巴黎股市升52點，德國股市升71點。美元匯價喺美國聯儲局議息之後先升後回軟，市場焦點轉投日本央行星期5嘅議息結果。聯儲局議息聲明話，短期風險減少，但分析認為始終並冇暗示加息時間。美國利率期貨顯示，市場認為聯儲局9月加息嘅機會率由議息前8%輕微降至6%。12月加息嘅機會率由4%降至4%，令美元匯價稍為回軟。反映美元對一籃子貨幣匯價嘅美匯指數跌穿97水平，一度跌至1星期低位。歐元對美元升穿1.1水平，升至超過1星期高位。至於美元對日元一度升穿106，但係之後重返105水平。睇美元嘅最新匯價，日元105.26，英鎊1.321，瑞士法郎0.9863，歐元1.1052。加元1.3176，澳元0.749，港元7.7563。轉睇港元匯價，每百日元7.3659，歐元8.573，英鎊10.2492，瑞士法郎7.8529。加元5.8848，澳元5.8098，新西蘭元5.484，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.962。美國原油庫存意外大幅增加，令市場對原油供應供過於求嘅憂慮進一步升溫，拖累國際油價下跌。紐約期油一度跌至每桶41.68美元嘅3個月新低，收報每桶41.92美元，跌1美元，跌幅2.3%。倫敦期油亦都一度跌至超過2個月低位，收報43.47美元，跌1.4美元，跌幅3.1%。美國能源部公佈，上星期原油庫存意外增加167萬桶，係超過2個月以嚟第一次，更加創下4月底以嚟最大嘅一週升幅。汽油庫存增幅亦都比起市場預期大，不過蒸餾油就意外減少。分析話喺美國夏季駕駛高峰期，汽油庫存仍然大幅增加，反映市場對油產品嘅需求相當疲弱，唔排除油價短期之內會跌穿每桶40美元水平。國際金價上升，喺聯儲局公佈維持利率不變之後，雖然會後聲明略帶鷹派，但係金價升幅仍然進一步擴大，現貨金突破每盎司1330美元水平。至於紐約8月期金收市升至2星期高位，
報每安士1326.7美元，升5.9美元。美國國庫債券價格靠穩，分析話美國聯儲局並冇暗示加息時間，為國債價格構成一定支持。兩年期國債息率報0.722厘，10年期報1厘502，30年期長債報2厘216。睇下啲美國經濟數據，美國上個月嘅耐用品訂單錄得近2年嚟最大跌幅，6月份按月跌4%，遠超過市場預期，而且跌幅係2014年8月以嚟最大。而扣除國防同埋飛機嘅核心訂單就增加0.2%，同樣超過預期。美國上月成屋待完成銷售超過市場預期，6月份按月升0.2%。雖然扭轉5月份嘅跌勢，但增幅少過市場預期嘅1.4%。睇其他消息，選管會要